紅十字會青年事務總監袁漢榮先生，青年及義務事工部西九龍總部青年事務總主任梁榮耀先生，各位來賓、各位老師、各位會員，大家好。我謹代表新亞中學屈啟超校長，歡迎各位蒞臨參加新亞中學紅十字會青年團 YU312 團成立宣誓典禮，見證團隊呢一個重要嘅時刻。團隊喺呢一年入邊經歷咗籌備啦，亦都經歷咗一整年嘅參與訓練、服務同埋聯誼嘅活動，到今日終於可以正式宣誓。我諗唔論係團隊嘅老師啊，或者每一位成員咧，其實都好興奮同埋好雀躍。紅十字會青年團嘅成立，其實亦都係本校新亞人素質培育計劃其中一個重要一環。咁所謂新亞人素質，就係透過課程嘅發展、聯課活動，我哋希望從唔同嘅範疇去培育同學，要新亞同學建立一個終身學習嘅目標，進德修業。亦都希望新亞嘅同學可以具備到明辨是非、勤奮向上、熱愛生命、自律自強、勇於承擔、樂於助人呢啲良好嘅品格。呢啲精神其實同紅十字會保護生命健康、熱心服務社群同埋實踐人道精神為己任係相輔相成嘅。喺過去一年，紅十字會青年團嘅團員，佢哋喺學習紅十字會同埋急救等知識，喺學校入邊推動健康檢查日，學員之間亦都透過一啲嘅聯誼活動，去體現佢哋勤奮向上、熱愛生命呢啲素質。每星期我哋見到佢哋喺操場上邊進行嘅步操訓練，整齊而有紀律嘅隊伍，亦都可以俾我哋見到學員自律自強、勇於承擔嘅一面。學員佢哋喺陸運會入邊擔任救傷嘅工作，每日朝頭早我哋都見到佢幫同學去檢測體温，呢啲咁嘅工作其實都睇到佢哋樂於助人嘅一面。學員佢哋參加紅十字會呢一個團隊，正正就係佢哋最能夠明辨是非嘅一個抉擇。今日紅十字會青年團 YU312 嘅成立正式宣誓，喺呢度我亦都借呢個機會可以借我呢個機會去感謝紅十字會青年同埋義工事務部西九龍總部為本團提供咗好大嘅支持同埋援助，亦都感謝 YU15 喇沙嘅團友，佢哋喺呢一年嚟入邊協助我哋團隊步操嘅訓練，攞到一個好好嘅表現。亦都要感謝李秀玲老師、羅國治老師，佢哋喺呢一整年入邊投入咗好多嘅心機時間去推動本團喺咁短嘅時間入邊就可以宣誓成立。希望 YU312 團隊佢哋成立咗之後，致力去推廣人道精神，參與義工服務。多謝各位。請黃校長留步。現在有請主禮嘉賓袁漢榮先生頒發團隊證書及贊助人章與黃校長。有請袁先生。多謝袁先生、黃校長。現在係授旗儀式，有請西九龍總部青年事務總主任梁榮耀先生授團旗與青年團第312團嘅旗隊。
宣布第312正式成立。多謝梁先生。現在嚟到會員宣誓嘅重要時刻，有請主禮嘉賓袁漢榮先生到台前，為各位準宣誓會員主持監誓。有請袁先生。請會員宣讀誓詞。請袁漢榮先生留步頒發證書以及會員宣誓章。